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神媽啦。今日介紹1號線新安地鐵站 C 出口嘅 Top Stage。我哋可以睇到咧，佢場內咧一層裏邊分開好多唔同嘅區域，包括有保齡球啦、滾軸溜冰啦、電子遊戲室啦、影相機、桌球等等嘅。當日咧，我哋有成12個人去啊，但係咧坐嘅位咧都非常之闊落，而且嗰個場地咧都幾乾淨噶。咁呢度咧就係我頭先所講嘅滾軸溜冰啦、保齡球同貼紙相機嘅其中一部分。咁啊，重點要介紹啦，其實係小朋友46蚊全日任玩。咁當然啦，佢亦都有個充值 plan 嘅，咁啊係更加划算嘅。例如好似我哋當日咧比較多小朋友咧，充值係仲更加抵嘅。咁咧而家帶大家睇保齡球場啦。咁啊，當日呢度咧係有4條 link 俾大家玩嘅。係啦，另外嗰邊咧就有其他嘅電子遊戲玩嘅，直行出場㗎。場地咧乾淨企理，又唔多人。我哋當日去，就算唔識玩嘅小朋友咧都唔緊要㗎。你可以見到我個女咧都有輔助碌幫忙。Top Stage 咧自己都有一個飲品部嘅，大家都可以喺嗰度買㗎。影片開頭咧都有講46蚊係包一對鞋、一對襪同埋防護裝備㗎，所以非常之抵玩。另外咧，佢同層有一個動感跳躍格仔，可以睇下我哋小朋友玩，好刺激㗎！要踩晒啊！另外一邊房咧係桌球派對，佢有分單人、雙人同埋4人票嘅，入邊有電子遊戲啦、篤波啦、飛鏢等等嘅。呢個係 lift 嚟啊，影咗俾大家睇啊。另外就係詳細嘅地址，當日有關注佢哋咧，就會送個 token 俾你哋掉彩虹嘅。